主后2024年12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好事爱有耐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罗马书第2章第10到11节。所以，你这个批判人的，无论你是甚物人，拢袂当摕责任。你批判别人，是在批判家己，因为你批判别人做的代志，家己嘛逐项拢去做。咱知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上帝会照事实甲因审判。你即个人，你批判别人做遮个代志，家己嘛去做共款的代志，你想讲你会当闪避上帝的审判是无？也是讲你看轻上帝极大的仁慈、宽容甲吞忍，你敢毋知伊的仁慈是要带你悔改？你硬心毋悔改，是在为着家己累积上帝的受气。这个受气会伫伊公义审判迄日显明。上帝会照逐人的行为甲因报应。遐个坚持做好事、追求阳光、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，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。遐个自私无遵趁真理、去趁不义的人，上帝的受气甲刑罚会临到因。所有做歹人会受到患难困苦，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才外邦人。不过，所有做好的人会得到阳光、尊贵甲平安，大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才外邦人。因为上帝无偏袒人，做好事爱有耐心。几个查某囡仔去爬山，伫山顶发现一个山洞，就行入去。伫安静中，因听到一阵清澈悦耳的声音，就好奇往声音的方向行去。结果发现山洞顶悬有水，慢慢滴到下边的一个大水窟。原来水滴对顶面滴落来，长期落来，然后甲坚定的岩石插做一个凹洞，承接水滴形成大水窟。加上山洞的回音，滴水声就成做悦耳的声音。柔软的水竟然累月滴落来，竟然会当贯穿坚定的石盘。相款，人若有恒心，也会当亲像滴水穿石，成就大事；若失去恒心，半途而废，就会一事无成。启示录21章第6节记载，迄位坐踮宝座顶面的主讲，伊阁甲我讲：完成啦！我是阿尼法甲阿米加，是开始甲结束。喙干的人，我要将活命水的水泉白白互因啉。可见，上帝是有始有终的神，伊的旨意的确会成就。保罗深知上帝的作为，因为安尼讲，遐个坚持做好事、追求阳光、尊贵甲袂败坏的性命的人，上帝会赐因永远的活命。今仔日的经文会当帮助咱学习做好事无野心。基督徒会当做好事无野心，是对主耶稣来的气力。千百年来，教会捌经历真侪艰难和压迫，初来教会的信徒，通讲是用性命见证福音。保罗伫第4节提醒基督徒反思，是毋是轻忽上帝的仁慈、宽容和忍耐，毋愿意悔改。保罗安尼讲，是因为人伫信仰的道路拄着困难无法度解决的时，往往甲错误归咎踮别人的身上，家己却哪来哪公义，毋肯认错，直到做出
比非基督徒搁较恶劣的代志。保罗用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劝勉人，远过公义的为造致上帝的义愤和审判。诚心行善的，上帝要用永恒的性命赐予因。过去对真侪信仰前辈的信仰，通看到因单纯的信仰，恒心活出美善的见证。年轻的时，我和阮先生各送有要牧师做伙牧会。教会信徒的经济虽然无富裕，追求信仰的心却非常火热。伫散车困苦的生活中，也通看见信徒因做好事无野善，就算亲像一滴一滴的水，遐尼软弱不足，却不断突破亲像岩石般的困难，互一栋美丽的教堂建造起来。安尼的动力来自因恒心追求上帝的话语。现今真侪人感叹，现代的信徒不如过去的信徒遐尼单纯和火热。这是因为伫信仰的道路，咱欠缺恒心。现在咱爱逆风而行，勇敢对抗世界的歪理，持续追求真理，持续祈祷，持续行善。伫这抬杠节期，互咱默想上帝的仁慈、宽容和忍耐，追求对伊来的尊贵、荣耀和不朽的性命。默想，伫这抬杠节期中，我要安怎安静心、定心学习，做好事无野善，追求对上帝来的尊贵、荣耀和不朽的性命。伫这抬杠节期中，我要安怎安静心、定心学习，做好事无野善，追求对上帝来的尊贵、荣耀和不朽的性命。咱来祈祷，充满怜悯慈爱的主，求你赐我新的心、新的神，帮助我时常警惕，无随从这世界的歹，搁会当遵照圣经的教示，做好事无野善，求圣神帮助我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